黃金週嚟到第二日，訪澳旅客人數逐漸增加，其中熱門景點大三巴人山人海，到處都係旅客打卡留念。然而有年輕本地女子就諗到搵錢好方法，收費幫旅客影即有相片，但其實此行為呢，因冇市政署發出有效嘅小販准照而經營嘅小販業務者，最終被罰款5000嘅澳門元。今日10月2號下晝3點，帽子叔叔接報到大三巴牌坊附近，接觸2名女子，經查問之後，懷疑20幾歲本地女子涉嫌收費幫旅遊客拍攝即影即有相片，隨後通知市政署跟進。而該名本地女子涉違反無市政署發出有效小販准照而經營小販業務者，最終被罰款5000澳門元。唔少網友喺 Facebook 網頁下留言，小紅書大把呢啲服務，佢哋更加越界，非澳門人收費幫人喺澳門影相，又話水貨服務點解越嚟越暢旺啦？每到下晝6點收工，時間關閘都寸步難行。如果唔得，最多勸喻離開，何必百上加斤？有網友表示其行為十分雙標，本地人呢就罰5000，屋企人呢就視而不見。翻查小紅書，亦都有大量嘅同類影相服務，唔知道如何解釋之前權某演唱會事件。網友表示睇見呢單話要攞牌嘅新聞，突然諗起澳門係冇街頭表演，去歐洲睇下周街嘅街頭表演，跟住對比下澳門，仲話要澳門成為文化之都，澳門全部都要攞牌，抹殺呢個文化活動啦。最終文化活動呢，只係屬於有富人啦，有後台嘅人換物啦。總結從旅客角度嚟睇，唔少人希望能夠以靈活平價嘅方式記錄旅遊回憶。無牌攝影提供咗便利同多樣選擇，若果完全以罰款壓制，容易令到市場出現灰色地帶，甚至影響旅遊嘅體驗。筆者認為，政府除咗維持秩序，仲可以考慮推行臨時攝影許可或者創新合作平台，俾個人攝影愛好者喺合法框架下提供服務，既能保障專業攝影師利益，又能夠滿足旅客需求，形成更健康嘅生態。其實遊客同埋攝影愛好者都冇意見，相關部門就似乎管太多，手指咬出唔咬入，何必呢？